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嚟到小明食食食。小明今次嚟到會展中心站，食咗兩間水準唔錯嘅餐廳，想知食物質素係點，就要睇到最尾啦。第一間要介紹嘅餐廳就係領展購物中心 M 層嘅真綠。呢間餐廳環境都幾高大上，服務都唔錯，環境都幾寧靜。我哋一行二人喺大眾點評度叫咗個2至3人餐266蚊，入邊有古法蒸老虎斑、蜜汁叉燒、金不換炒基圍蝦、黑白木耳炒龍蝦蛋、白灼生菜、龍蝦湯泡飯、琥珀核桃同埋餐前水果。呢個餐其實可能3到4個人食都夠，2個人就真係超級豐富啊！喺繼續睇落去之前，記得要撳下面個訂閱掣，只係撳個掣就可以支持到小明。有你哋嘅支持，小明就會有更多嘅動力繼續出片。當然仲要記得讚好同埋留言啦，最緊要分享埋俾你嘅朋友仔睇啊！餐前水果，呢碟餐前水果送嘅係新鮮龍眼，好清甜。琥珀核桃，呢碟琥珀核桃真係好出色，咬落去非常脆身，甜度適中，唔會太膩。每粒核桃都均勻咁掛滿糖漿，表面有層薄薄嘅焦糖脆皮，咬落去好過癮。雖然係甜食，但完全唔會覺得滯，反而令人想一啖接一啖。真係好想問店家有冇得買包返屋企慢慢食，睇電視或者送酒都一流。古法蒸老虎斑，呢道古法蒸老虎斑係全條氣骨切片蒸，功夫唔錯，每一片魚肉都切得幾均勻，食落去啖啖肉，唔使吐骨，幾方便。但食嘅時候都要小心，唔知會唔會失手㗎。不過條魚應該唔係海魚，肉質冇咁鮮甜，主要係食佢嘅刀工同蒸嘅火候，蒸得啱啱好，魚肉嫩滑。但係如果原條蒸，可能會保留到鮮味，同埋切片好似食唔到魚肉嘅口感。蜜汁叉燒，呢度嘅蜜汁叉燒真係冇得輸，半肥瘦嘅比例啱啱好，外層嘅蜜汁燒到微微焦脆，咬落去甜而不膩，仲帶少少焦香，肥肉部分入口即化，瘦肉又唔會太柴，送飯真係一流。個蜜汁調得幾好，唔會太甜，仲有少少鹹香平衡返。食完一嚿已經想 encore，絕對係必點之選。金不換炒基圍蝦，呢碟金不換炒基圍蝦就一般般啦，蝦肉同蝦殼分離，一睇就知啲蝦唔算新鮮。雖然未至於霉，但肉質冇咩彈性，味道都係普普通通。金不換嘅香味有啲被蓋過，炒得唔夠鑊氣。整體嚟講冇咩驚喜，如果啲蝦新鮮少少，應該會好食好多。黑白木耳炒龍蝦蛋，呢度黑白木耳炒龍蝦蛋好有家常菜嘅感覺。黑木耳同白木耳炒得爽脆，蛋都幾滑，但係木耳嘅味道唔算突出，整體偏清淡，可能適合中意健康口味嘅人。如果加多少少蒜蓉或者調味，可能會更加香口。而家咁就真係幾有住家感覺，但冇咩特別記憶點。白灼生菜，白灼生菜簡單得嚟幾好食，生菜灼得啱啱好，保持到爽脆口感，又唔會太生，加少少豉油已經好夠味。雖然係一道好普通嘅菜，但勝在清新，可以平衡返其他濃味餸菜。食完油膩嘢之後，食返啲菜，感覺都幾舒服。龍蝦湯泡飯，龍蝦湯泡飯係今餐嘅亮點之一。金黃色嘅龍蝦湯底濃郁鮮甜，淋落炸過嘅香米上面，米粒嗦滿湯汁，仲有啲蝦粒增加口感。湯底帶少少番茄味，更加開胃，飲落去好順喉，唔會太膩。炸米嘅脆脆口感同湯嘅綿滑形成對比，整體層次豐富，值得一試。呢個套餐真係幾抵食，下次有機會嚟嘅話，會再食個叉燒。另外再單點其他食物，餐廳就喺商場入面，位置都幾方便，有興趣嘅朋友都可以嚟試下。跟住第二間都係喺會展中心站嘅，但就係 C 出口嘅皇庭廣場嗰邊，就係呢間食脆肉丸打邊爐嘅漁家王。一入商場再轉右推開門就見到呢間餐廳，好容易就揾到。
餐廳門口有大大個魚缸，入邊有好多條鯇魚喎，想講佢唔新鮮都唔得啦。餐廳都幾大，環境都 OK。醬料台除咗有唔同嘅醬料之外，仲有啲前菜小食可以任食。呢度嘅食法係先煮米湯，撈返啲米出嚟，再落魚骨，跟住再落魚片同埋其他火鍋料，最後再放返啲飯落去煮粥。我哋一行4人喺大眾點評叫咗個4人餐，398蚊，入邊有一個魚骨湯底，魚骨1份，魚片1份，純手工魚丸1份，文昌雞半隻，香煎魚餅1份，椒鹽魚排1份，蔬菜拼盤1份，金針菇炸腐竹1份，另外再加咗魚皮98蚊，魚翅62蚊，魚腩68蚊。就先講一講套餐入邊嘅小食，椒鹽魚排。呢款椒鹽魚排真係令人驚喜，佢係魚肉連住骨嘅部位，外皮炸得金黃酥脆。雖然魚肉份量唔算多，但都竟然食到脆肉丸獨有嘅爽脆感，而且椒鹽調味恰到好處，唔會太鹹。鍾意香口嘢嘅朋友，真係絕對值得一試。香煎魚餅，用魚肉整成方形嘅魚餅再煎香，外表微微焦黃，賣相幾吸引。咬落去口感幾彈牙，魚味就唔算好濃，但略嫌油膩咗啲，食多2件就會覺得有啲滯。配搭埋佢個酸辣醬都唔係好解到嚟，如果煎嘅時候可以喺控油方面做得再好啲。不過作為套餐裏面嘅小食，都算合格有餘。鍾意香口嘢嘅人可以試下，但就唔好期望太高啦。呢碟係我哋自己加嘅爽口魚皮，38蚊，佢份量都幾多。魚皮處理得好好，完全冇腥味，食落係爽脆嘅，仲有辣同唔辣可以揀。我哋揀咗唔辣嘅，食落都幾惹味，而且一啲都唔腥，味道都可以。呢碟飯唔係俾你就咁食嘅，開始打邊爐之前，服務員會將啲白飯放落個湯度煮一煮先嘅，然之後再撈返出嚟，跟住就可以開始打邊爐啦。服務員幫我哋淥魚片，只係需要淥佢15秒就可以撈起啦。魚片切得薄身，煮完之後依然保持到嫩滑，入口 Q 彈，而且起骨起得乾淨，完全唔使擔心有骨。雖然未算極級爽脆，但勝在鮮味十足，沾少少豉油已經好正。跟住就再落魚骨同埋魚蛋。呢個4人餐嘅純手工魚丸一份有12粒，每粒都大大粒，咬落去都幾彈牙，完全冇粉感，都有啲魚味。雖然冇好濃嘅調味，但咁先食到魚丸嘅原汁原味，呢個魚丸都算唔錯。魚骨一份，以為魚骨冇肉食咩？錯啦，呢份魚骨連住唔少魚肉，而且肉質比魚片更加結實有咬口，鮮味亦更濃，煮耐少少都唔會老，反而越煮越出味。鍾意魚味嘅人一定會鍾意，唯一要注意嘅係有啲細骨，食嘅時候要小心啲。套餐仲有半隻文昌雞，其實本身就唔係好想食雞，但呢個套餐真係會平過單點好多，就唯有要食埋呢半隻雞。雞都真係幾新鮮㗎，食得出幾有雞味，用咁清嘅湯煮都唔錯。但如果係單點嘅話，又未至於要特登叫嚟食。嚟到其實真係會想食多啲唔同魚嘅部位，所以我哋就再加咗幾樣嘢食。魚腩68蚊，魚腩位果然冇令人失望，68蚊一份，肥美得嚟又爽脆，魚油香超濃。唯一缺點係比較油膩，但叫碟嚟食下都唔錯。魚翅62蚊，一份有4隻，佢係刺位連埋魚腩嘅部分，非常大件。魚腩位仲要連住啲魚嘅肥油，食落都幾油膩，但呢個位就真係咁多部位入邊最爽脆㗎。嚟呢度一定要叫一份魚翅嚟試下啊！呢份98蚊嘅魚皮，佢寫住係每日限量，價錢都唔算親民，但見佢寫限量就即刻覺得好吸引。魚皮連住少少肉，煮完會捲埋一嚿，口感爽脆又有咬口。魚味好濃，雖然好食，但係價錢有啲貴。如果唔係寫住限量，可能未必會叫。套餐入邊仲有蔬菜、金針菇同埋炸腐竹。
全部都正常發揮。直到最尾，服務員就倒返成碟飯落去煮粥啦。個粥吸收晒魚同雞嘅精華，食落都幾香。但小明真係太飽啦，只係淺嘗下就夠啦。呢間脆肉鯇專門店位置方便，食材新鮮，尤其係魚類部位選擇多，而且處理得好好，完全冇腥味。雖然有啲菜式偏貴，但整體嚟講性價比唔錯。鍾意食魚嘅朋友一定要試下。相比食過咁多嘅脆肉鯇專門店嚟講，呢間都算唔錯嘅。當然有啲會有比佢更好啦，但脆肉鯇專門店嘅數量太多啦，小明逐間試都可能要10年先搞得掂。咁條片就嚟到呢度啦，大家記得要 like 呢條片，同埋俾個免費嘅訂閱小明啦。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真係好多謝你睇到嚟呢度，小明仲有其他影片㗎，記得要訂閱、讚好同埋分享啊！